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昨天呢，我介绍莲池大师，他是我们净土中的第8代祖师。这一段话是他讲的内容。他说：六度万恨，万恨就是万行了，持戒、忍辱啦、精进啦、般若啦，各种修行法门是无量的，所修行的方法是无量无边的。佛一再告诉我们众生，是因你这个人呢，去弃这个法，跟这个法相应，那他就用这个方法来教你。你是大学生，我就讲大学的理论告诉你；你是中学，我就讲中学的理论告诉你。你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，没有文化水平的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也跟你能够打交道哦，能把我的话打动你哦，你能够欣然的接受，欢喜的跟这个话去做。各位，你看佛陀这么有智慧，非常慈悲的，他能够关照你本身的能耐，你的条件。所以你看，法门虽然无量无边，但是对我们众生，它是应机器法的，应你这个人的程度来给你这个法，是这样子的。你看六度万行，法门是无量无边的。但是他说，虽然很多，但是最重要的方法在哪里？专持名号，种种功德摄无不尽。你只要专心的、一心一意的来修持名号。什么叫做持？你看它有个手字边嘛，你就是抓着不要放哦，抓住它，你不要放下去，你一心的放在心上，念念不忘。你专心专意的来修持这个名号，把名号抓得紧紧的，那么名号当中种种的功德摄无不尽，所有一切的功德都在里面啊。持戒、布施、忍辱、精进啊、般若，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个名号里面啊。你看佛修的功德，菩萨修的功德，还有上界的众神修的功德，都是在这个名号里面。佛曾经都修过，阿弥陀佛曾经为我们众生牺牲奉献，修万善万行，没有一个不完美的，没有一个缺漏的，没有一个不完备的，彻彻底底的全部都在这个名号的功德里面哦。所以叫做摄无不尽。所以你看莲池大师说，能够念佛号就成多善根，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多善根的人啊。如果你没有很多善根的人，累积有很多很多的福德因缘，你不可能去念佛的，你也不会接受念佛的。所以你能够念佛，就说明了你过去世当中累积有无量的善根，就是你有好的因缘，你有曾经对别人帮忙善良的对待，你曾经发心为别人设想，不伤害别人，你的内心当中是非常慈悲的。也曾经拜过佛，对佛法有恭敬心，对出家人有敬重心，这个就是你过去的善根，你才会念这个佛号啊。不但实实在在是一个多善根，而且是一个最胜善根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最殊胜的善根，没有一个胜过这个东西，就是最殊胜的、最圆满的、最特别的，那叫做最胜善根。所以能够念佛的人是一个妙好人，是一个上上人，是一个殊胜的人，是一个最庄严的人。佛陀用这种比喻来赞叹念佛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莲池大师简单的几句话，让我们对于念佛的人更加的赞叹学习。如果没有具备过去有好的因缘、有好的条件、有好的善根，今天你不可能去念佛啦。你一念佛，你以后不会堕落在恶道。你一念佛，你一定能到西方。到了西方，你看在七宝莲池里面能够花开见佛，到时候成就佛道了，你可以广度众生了，永远不退转了。你想看我们要不要念佛啊？很重要的，把这一章送给大家。阿弥陀佛。